Hello，大家好，我梁記講古講馬講心水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喺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先。啱啱過去星期日賽事，小弟都冇出片啊，比較忙啊。咁你點都好啦，就算有出片，都並進唔到嗰匹實現夢想啊！諗唔到呢匹九層馬突然之間翻嚟，跑條25000幾蚊嘅年齡位，破晒紀錄啊！無話可說，正因為嗰日全日都開熱門啊，搞到嗰場仲有一隻快靚王12蚊嘅馬啊跑第4，正因為咁就有一個石破天驚嘅派賽出嚟。顧問點好啦嚇，機會多的是，亦都唔需要可惜係嘛？聽日快活谷有9樣賽事啦。不如大家動下腦筋，睇有冇其他冷馬啦，唔好話冷到咁誇張啦，係嘛？20-30倍都唔容易中㗎啦嚇。好啦，顧問點都好啦，唔好阻大家太多時間啦。第一匹介紹俾大家嘅，聽日2場4號嘅歡樂老窩，嗱呢匹馬一拉錯倉去姚本輝度，即刻交代㗎啦嚇，泥地1650爆冷贏馬。騎師正係今次嘅潘明輝，滿意係佢扶搖直上，點樣至叫回一回氣，回咗2場氣啊！今次過嚟快活谷2200米，你睇呢匹馬嘅身形嘅，正係長途馬嘅身形嚟嘅，絕對適應得到，係嘛？啱啱上一場去沙田1800都後上一段跑第5，輸而唔脫節嘅，輸個零馬位嘅啫。今場馬可能有大樹遮陰啦，而家竟然都有我10幾倍，值得一搏。啊，第一匹介紹俾大家嘅3場收嘅領創動力，嗱呢匹馬喺審查程度2季啦，都加唔出頭馬，但係咧呢個路程佢搞過2次亞軍、2次季軍嘅，已經認定咗佢係最佳路程啦。雖然今次排到11檔唔係咁理想，但係喺650跑650檔位重要性。梗係冇短途啦，係嘛？睇下潘明輝點樣走位咯。但係呢匹馬正咁樣又換到15-6倍喎，值得一搏嘅喎。沈澤成回歸咗之後，羅曼勇士輸咗之後回歸香港，都應該專心阿里購物㗎啦。聽日佢手馬都唔弱㗎。好啦，第3匹介紹俾大家嘅5場爆嘅波爾多，呢匹馬季初一路有人介紹，大師傅麥道朗亦都騎上去啊。麥道拿亦都騎上去，始終交代唔到，但係佢每一次都唔輸得多嘅。雖然呢個650，佢只係跑過一次第2次，但係匹馬減分減到過晒龍，正所謂季尾階段開始老馬稱先啲㗎啦。冷銀冷馬何銘年，怕咪今季又話走啦，又睇下佢臨走交出啲好戲啊，啱唔啱啊？而家賠率又有喎，有10幾倍喎，值得一搏嘅喎，係嘛？蔡約翰仲保留呢一匹老黃忠，我相信今季必有交代嘅。好啦，下一匹介紹俾大家嘅7場4號嘅廚神，呢匹馬隨雨石又係逆配潘明輝啊，所以潘明輝聽日手馬咧，小弟都幾睇好嘅嚇，睇下佢有冇機會做埋騎師王。呢匹廚神自購新馬嚟到香港，係嘛？喺3班已經開始有啲腳影㗎啦，今次嚟4班排到個靚檔，唔差㗎。既然係咁，淨係買質素都值得一搏啦。徐宇石亦都要為牌照而奮鬥啦。雖然話仲爭2場，既然係咁，梗係夜長夢多，嗱聲贏夠佢啦。呢匹馬必具質素㗎，廚神值得一搏㗎。而家有10幾倍啊！徐宇石啱啱星期日都贏咗媽㗎啦，手風正順啊，馬房手馬亦都係離開就一手嚟㗎啦，應該我覺得呢匹馬唔差，值得一搏。好啦，最後一匹介紹俾大家嘅9場12號嘅仗義，呢匹馬唔需要多介紹，一而再再而三，呢匹馬喺沙田1400、1600都上位，係嘛？一出已經跑第2啦，幕後更加報價打比，都對佢一好大期望。但係觀問點都好啦，進度追唔上就追唔上啦。今次過嚟快活谷對手弱好多咯
亦配班德禮，正係偉特嘅愛將之一嚟嘅啊！而家有成20倍，值得一搏啊！你可以話佢降落4班先喐手唔出奇嘅，但係你都知啦，自救身買3班贏有特別獎金150萬㗎嘛，係嘛？而且係落到4班更加俾人及實，邊度有賠率啊？好啦，嗱我就介紹呢幾匹俾大家參考下，啱就跟多少，唔啱咁會啟發你嘅思維，揀到其他啦嘛。喺呢度都係嗰句，希望大家高抬貴手，撳下讚，訂閱我，分享我。最後亦都祝大家馬運亨通，旗開得勝。下次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